主后2025年10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尊主最大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以西结书44章第1节到3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44章。迄个人带我转来圣殿外埕的东门，迄个门关闭。上主甲我讲，这门一定着关闭，袂用得拍开，不准任何人对遮出入。因为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已经对这个门入来，这门着关闭。若是王，伊通坐伫内面，伫上主面前食献祭的饼，毋过伊着对外埕的走廊出入。然后，迄个人带我对北门来到圣殿头前，伫遐我看见上主的荣光充满伊的圣殿，我就趴落去涂骹。上主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我所要吩咐你有关上主圣殿的规则甲条例，你着详细看，注意听，搁记伫心内。你着注意什么款人才会用得伫圣殿甲圣所出入。你着甲遐个悖逆的以色列人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人啊，我无要搁忍受恁所做一切通厌恶的事。恁得献精鲜的血甲油，做我食面的时，竟然互遐个身躯甲心灵无受割礼的外族人入去圣所，拍拉散我的圣殿。恁做这个通厌恶的事，违背我的约。恁家己无伫我的圣所尽恁的职责，颠倒叫外族人伫圣所替恁执行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住伫以色列人中间所有身躯甲心灵无受割礼的外族人，拢不准进入我的圣所。上主讲：以色列人行迷路去拜因的偶像的时，利未人嘛去杀我，我要照因的罪刑罚因。毋过，我要互因伫我的圣所侍奉，固守圣殿的门，伫圣殿执行职务。因通替人民杀烧化祭甲其他祭祀的精生，轮班为人民服务。毋过，因为这利未人捌为以色列人主持拜偶像的事，互人民跋倒犯罪，所以我对因立誓，因一定着受刑罚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因袂当亲近我，袂当做祭司侍奉我，袂当挖掘我一切的圣物，也是至圣的物。这就是因做通厌恶的事应该承受的见效。我要指派因固守圣殿，做圣殿内面应该做的事务。以色列人行迷路离开我远远的时，利未支族撒督后代的祭司犹原尽因伫我圣所的职责，所以只有因通亲近我、侍奉我。因要伫我的面前献精鲜的油甲血予我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只有因通进入我的圣所，伫我的祭坛侍奉，做我交代的职务。因对门入去内埕的时，着穿幼麻布的衫；因伫内埕甲圣殿侍奉的时，毋通穿羊毛做的衣服。因着戴幼麻布的头巾，穿幼麻布做的内裤，腰毋通下大，则免流汗。因出来外埕会众遐以前，着先将
伫圣殿侍奉穿的礼服脱起来，放伫圣的房间，然后穿别种衫，接免因的衫互会众正做圣。祭司毋通剃光头，嘛毋通留长头毛，头毛着修剪。祭司要入去内廷的时，袂用得啉酒。祭司袂用得甲一般的寡妇，也是离婚的妇人人结婚，敢若通甲以色列人的在室女，也是祭司的寡妇结婚。祭司着教导我的子民，什么是圣，什么是俗，互因知什么是清气的，也是无清气的。若有诉讼需要祭司裁决，祭司着遵照我的命令审判。祭司着伫我所话做期，遵守我的条例甲规则，搁守我的安息日做圣日。除了过身的人是家己的父母、囝儿、兄弟，也是未出嫁的姊妹，祭司毋通挖棍尸体，互家己无清气。伊洁净了后，搁着等7日，才通进入圣所的内廷。伊伫圣所侍奉我以前，着为家己献赎罪祭。我志愿的上主安尼宣布。祭司有产业，我就是因的产业。伫以色列，毋免互因什么产业，我就是因的产业。素祭、赎罪祭、赔罪祭的祭物，要做祭司的食物。以色列人献互我的，拢要归属因。头水的农作物，甲献互我的祭物，拢归互祭司。恁着用头水的麦仔做的头一块无掺假的面丸，互祭司，安尼我就要赐福气互恁。白鸟也是走兽，无论是自然死的，也是互野兽拆理的，祭司拢毋通食。尊主做大。本章的信息无停留点建筑难度甲宪制制度，反正是涉及搁较深的信仰核心。以西结的异象，互人看见上帝荣耀的回归，也看见上帝对尊主最大的高标准。这提醒咱反思，伫敬拜甲信仰生活中，咱是毋是真正尊主最大咧？伫异象中，以西结大声被带到圣殿外院的东门，遐是上帝荣耀进入圣殿的所在。因为安尼，这门一定着关闭，袂用得拍开，不准任何人对这出入。因为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已经对这个门入来，这门着关闭。这扇门诚做敬畏甲分别为圣的记号。既若属伫上帝，袂当互世俗侵犯和边界。线接上主讲到过去伫圣殿中所发生的，就是以色列人家己无踮圣殿执行神圣的礼仪，反正叫外族人负责。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逃避责任甲亵渎信仰的控诉。过去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捌甲服侍上帝代志当作通转让外包的事务，甲服侍上帝当作一项形式的任务，却毋是生命的重心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对以西结讲：你着甲遐个悖逆的以色列人讲，至权的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人啊，我无要搁忍受恁所做一切通厌恶的事。这是上帝对悖逆的以色列人最严厉的控诉。尽管安尼，上帝清楚指出，伫混乱中，
也有一群人要坚持侍奉的本分，就是杀戮后代的祭司。因继续伫圣殿里诚心侍奉上帝，因为安尼上帝讲，只有因通进入圣殿，伫伊的祭坛侍奉、主持圣殿礼拜。这群人的忠诚不再大声喊话，是伫以色列人背叛上帝的时，要坚守侍奉公位。这提醒咱，伫信仰低调、价值观混乱的时代，忠心服侍的人是上帝国的根基，上帝必定纪念，绝不轻看。今仔日咱检采毋是伫祭坛前献祭的祭司，但是咱犹原是乱世中一阵忠心跟对上帝的子民。检采咱有时也会互罪恶、私欲、安逸取代原本应该承担的属灵责任甲侍奉，甲信仰当成通交互别人做的代志事项。总是，上帝今仔日犹原要对咱讲话，你是毋是愿意诚心尊主做大？真正的尊主做大，并毋简单是诚心立志，也是诚心参与教会的侍奉内定，乃是愿意搁再互上帝坐大位，伫家庭、职场、教会所做的每一件事，和生命中每一处的选择，拢问讲：主啊，这减有合你的心意。愿咱无搁再叫别人代替咱服侍，反倒是甘心献上家己，伫教会中乐意回应呼召，聆听主的教训，搁再一次重新建造咱属灵的生命。但愿咱每一位信徒诚心用敬畏的心行入圣殿，恢复迄掠主最中心的生命甲敬拜。默想，信仰毋是出在家己心意，是敬畏上帝。咱是毋是忽视上帝圣洁？信仰毋是出在家己心意，是敬畏上帝。咱是毋是忽视上帝的圣洁？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你是至圣至善的神，我深深敬畏你，求你保守我行伫你的道路，无偏离你的律法，互我活出有你同在的荣耀甲圣洁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